后来，过来是彰化市一间卖鱿鱼鸡的头家，发现伊停伫咧店门口的机车，互人弄倒。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是一个骑电动车的太太，伊伸手要甲对向的人拍招呼，结果手一个伸出去，煞失去着平衡，规台车是偏正平，甲头家的机车甲粪扫桶弄倒。但是太太无停车哦，是甲车挖去，到着一块砖仔角了后，赶紧旋。 这个负责人骑电动车伸出倒手，敢若是甲对向人拍招呼，嘛敢若是咧拍车顶积水。虽然伊正手还掠手环，也毋过已经无平衡啊！规台车呢，转一个弯了后，去弄着停路边蓝色乌多摆，煞来去弄着蓝色的粪扫桶才停落来。也毋过这个负责人无落车，是驶倒摕了后呢，到过砖仔角了后，驶车就离开。被弄倒的机车的车主调监视器，看到这个乌多摆互弄倒去，原来是这位负责人弄倒去的，互伊真无欢喜。 这个坏掉，还有一些擦伤。车主讲，车祸发生伫车赛波差不多3点半，乌多摆被弄倒去，档啊有歪去，车身有切到。虽然唔是真严重，不过伊这款骑法若弄到人要安怎？这是能把它挡住的，要不然更危险。站倒都赶快跑掉了。听说还会做那个断线，很厉害。因为这个负责人车弄了做伊走。 车主已经报警，而且将这个负责人弄到乌多摆监视器画面铺上网络，希望讲会使找到当事人，也是因兜的人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个负责人骑的是电动车，敢会当骑钉仔卡，骑去大路已经违规会开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